后来继续来看云林拿来的高山啊，真畅秋哦。而这个真热烈，人来客去的市区，爬电线过大路，为这头爬过迄头，真摇摆，拢无咧惊半人。 市区道路的电线出现3只台湾山猴，因真大胆伫电线咧爬，而且搁过车路，甚至骹手并用，哪行哪跨过另外一条电线，像咧表演共款。手脚并用啊，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他们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他都不会触电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 看到的民众拢真意外，因为平常时高山啊拢是冬天物件较少，才会对山顶来到市区找物件食。进前搁捌入侵校园抢学生的食物，即马才拄进入秋天，就有狗出现，互附近的民众真困扰。在一个住家门口，有时候3、4只啊猴子，有时候还会稍微会抢食物。猴群会因为觅食的关系，会到附近的农田来做这样的觅食动作。 乡公所研判，这群狗应该是先来找物件的部队，因为高山啊出现伫市区，若是用传统的冲天炮甲管，恐惊会有危险性。村里面还有一特定的地点进行驱赶。那今年已经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。 高山啊入侵市区，毋但会破坏农作物，若是入去民家厝抢物件食，阁会惊到民众。公所嘛已经请管府农业处来甲赶，要想办法甲高山啊赶转去山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